大家好，今日繼續用猛禽同大家塗一下混沌星際戰士嘅戰邦。今次都係繼續用基礎嘅 Slap Chop 塗法，先將模型用噴罐噴上黑色補塗，然後用灰色漆將成隻棋乾掃一次，跟住用白色輕輕咁樣乾掃提亮受光同埋凸起嘅細節，同時可以將底盤上面嘅地形泥乾掃一下。簡單將灰色同白色乾掃好嘅效果就會係咁啦。跟住落嚟開始用對比漆嚟上色。今次嚟畫一個配色相對簡單嘅戰邦，經常同午夜領主合作嘅黑暗兄弟會。先用紅色對比漆用嚟畫盔甲嘅邊框。對比漆唔使稀釋，直接喺個樽裏邊倒出嚟畫就可以啦。記得不沾多吸一啲漆，一氣呵成咁樣畫好一個部位。小腿上面嘅尖刺我留住唔去上色，令到成個配色更加豐富一啲。武器嘅混沌標誌同埋邊框都係用紅色嚟畫。跟住背包都有少少紅色上去，然之後盔甲嘅主色會用到黑色對比漆嚟畫，借用乾掃留低落嚟嘅陰影，小心咁樣將對比漆滲入去盔甲表面上面就可以啦。武器同埋背包上面嘅一啲機械細節，例如鋸齒同埋噴氣口等唔使油，留返灰色同埋白色當係金屬嘅效果。黑暗兄弟會疑似使用嘅係午夜領主嘅基因種子，所以露臉頭雕嘅皮膚保留住白色，眼珠同埋頭髮都用黑色嚟油一下。耳機嘅細節用深灰色對比漆嚟油，做出同皮膚唔同顏色嘅分析。配合乾掃蛋鏈用暗黃色對比漆嚟油，做出類似金色咁樣嘅感覺。最後再貼一啲草垛喺個底盤上面。混沌星際戰士、黑暗兄弟會、猛禽就油好咗啦。感謝大家嘅觀看同支持，我係葡撻。一齊探索有趣實用嘅塗裝技巧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